客家经典的料理当中，家家会有卤的东西，有特别风味的豆腐叶，还个是南北农村时期去平常的种菜之一。苗栗公馆有一间老牌的豆腐叶店，从里面各讲肉盐，对28个好多的做种菜的手艺，以改良过后，用纯天然的方式来发豆腐叶，食起来还个热在贵舒服呢。苗栗公馆黄金小镇渡口有一间唔当年的食品加工厂，作为豆腐叶，唔但将当初菜天人欢迎，一道名言每一顿好。特别长大前哈，基本现在是人呢，还是听爸爸妈妈讲的啦，哈，还是读过去摆落来呢，特别点好啦。谢东面哈，给脚本哦，特别实在，嘛，现在是天然的豆腐叶。加工厂度当地嘅配造嘅豆腐皮，豆腐皮粗嘅豆腐里头水分过高，再高用大量嘅海洋脱水做出来嘅，咬起来就像冷铁的面包。盐一般来讲的话，就是说照你豆腐的比例，原则上一定要到达到要20度，才不会坏掉。经过36小时到48个小时，浸泡之后呢，再做捞起来，做里面这个盐水做洗净的动作，再起来做烘焙。要有3公尺，我从比如3公尺，我东西入去到底部。所有那个捏土的范围内差不多至少做20分钟。呢条白嘅时台，那有技巧和按脚嘅配造，豆腐皮系用一条细嘅，爱动多高。古所国先的对小号吸引颜色意思，就啲人爱嘅顺风天做。刚刚妈妈又搬出来，家有家较冇钱，就做人副业样嘅，同阿公做豆腐还摆到佢卤皮嘅，古嘅藝上門賣，一團人賣，都要俾人自家做，家下完全就靠外邊的原料入來，人來做將組合樣啊，嚟做，特別有新人嘅工啦、媽媽啦，帶人來做嚟入嚟做，就講有較辛苦，冇像一下呢，較輕易化呢。有好手藝做出名言好食的豆腐葉嘅主要人物，就是佢國公玉賢。做生意嘅家下，我卡賣豆腐葉外，還擼為一道種菜來賣。國公玉賢一生年就落實做豆腐葉。我負責啦，豆腐葉一塊一塊拿到盤嘅一算，有人為嚟燉咩，特別冇按方便冇差咩就用菜啦嘛，盘呢就一道袋就下蛋一道嘅富人家，叫做挨家挨户上下轉開店去賣。國公玉賢做嘅豆腐葉，係先將貴州嘅豆腐切做一個個嘅細爪，再個用嘅黃豆嘅粗米、糖、酒做出來嘅橋，並比吃鹽法，食起來有濃香嘅黃豆嘅味。老頭擺適合嘅豆腐葉冇強用。我爸爸做嘅好，開始做頭班人較冇講究式嘅咩，佢就用乜嘅糖咩啦，糖咩都咩做安尼，像無糖安尼咩個豆腐葉就安尼放落去，當我做起，人就用安尼個豆嘅邊面去發酵咩發酵啦，咁放落去俾佢試驗發酵，試驗發酵落去就話有醇香甘。甜全部都有嘅，本來嘅豆腐葉一檔人就會做，那麼人做咧味成又好，口感又好，那麼大家都喜歡咩？其他都去認真去上班，都有錢嘅咩？就大家互相人做出去，叫做留人買啊，大家印傳，大家都開始就講要有個做一個苗栗鐵山啊。就用玻璃罐嚟裝出來，其實鹽同糖頭咪都按照天然嘅防腐劑啊，
哈，还就利用安尼东西来做防腐的作用。做材料的食材无加化学的东西，一条白做地讲米加米物都会做，去平常的种菜，竟然做得变做美丽特色属性。个公友健讲，我有根本日公路站应该去条蛤蟆装做家下，一家一家的去送货，搞不出产品后面上嘅路讲。还是哪个动作忙啦？开始做讲每个同卖啊，还是送颜色。啊，本颜色是都合适的去动什么？你买一斗里面送，人家目前哦用私人茶，哎，都蛮辛苦，开始做起来了。时代改变，做豆腐而嘅技术未见进步，头摆搭铺客家唱爱人工来做，好事又好讲。一下一般以上，意思机器制作，卫生有高维度品质。第一道程序从这个浸豆开始，我们把黄豆倒进去之后呢，现在以前是要用自己算时间来关、开、放水，那现在有电脑可以控制了。温度在我们这个有机器可以控制，啊，到了160度，那个豆香就会跑出来。特别是3.2年，再整锅。再做个杀菌的动作，亚洲唔是的。看那嘢按用心的来讲，其同家老公向下建立起来嘅豆腐仪事业。78世嘅个公友人，一下退下来，落成立搞本那嘢来经营，佢咩动开心。你睇用心去做，这东西感觉都冇风药，啊，嗰就讲唔用东西嘛风药，啊，佢咩我提供干了，我佢咩出外些钱。我用配用的料就对了，但是我老人家交代下来的事情，我也全部当准数。不管用嘛，一听听演示的，东西各有品牌，甚至太牌子，甚至更假东西。讲其病也较厉害，其还会再个研发，其做比病也较好，因为再个研发配种的产品。一两之外，坚持嘅好面是，连一定会做种菜含淡美日本人，实力未说到位起。日本人啊，虽然你睇会啊。叫我呀吼，小选举甲两边做含袂水啊，做嘛？叫我呀实在吼，像都你像你那像你气死一样的哈，那口感真实在在，绵密密的，那你就按样讲，做啊实在的口软甲清好，所以讲小选举甲两边嘛唔会水。就算大细嘅较起名样，mange起下嘅各公友人，还嘅热心嘅师傅，用豆腐仪来做出好料味。中条豆腐仪有众多嘅素材好用，未做得拿来讲面。民国58年，各公友人老美西过两个，伫豆腐仪嘅市场又发展出新嘅机会。一下那嘢接定做，未含经研发创新。我也从内40多年嘅好面试，进来进香。